由台湾议题研究中心 TPOC 透过会计舆情的资料库，收集最近半年来网络上警政治案的相关讨论，并且比较6都伫个相关议题网络的声量。6都各市的民众不满的负面声量，拢比正面声量较悬。毋过，伫个诈骗的议题，台南市因为伫个2022年就成立了打诈台南队，并且成功阻止将近10000件的诈骗案，主动的金额高达数十亿，得到6都上好的好感度。肃贪打诈本来就是赖总统上任了非常重视强调的，也是民众非常在意的。那所以说，台南市的在打诈这部分，能够有一些成果，我觉得其实相信非常谢谢所有的市民共同的努力在防止诈骗的教育，以及这个银行第一线的这个拦阻诈骗，以及这个司法检调，还有警察人员在侦破诈骗案所做的努力，才能够让民众减少财务的损失，那不要造成这个许多财务上的遗憾。那也呼吁在这个部分呼吁大家还是要注意，不要陷入诈骗集团的陷阱，尤其现在电子资讯诈骗非常严重，所以呢还是自己有警觉心，才能够这个防止诈骗的发生。其实每个市民都是打诈的英雄。根据刑事局的统计，台湾民众每年被诈骗的总金额不但创下新高，但也是去年民众被诈骗的金额就高达88亿。其中投资型的诈骗已经是连续3档数量上悬的诈骗案件的类型，因此6都各城市想要挽回民众对着警政治安的信心，还是有真侪需要努力的空间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